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015年的4月，这个花莲发生规模6.3的地动。即阵的天摇地动了后，新北市新增的中孝路有一间公寓遭火烧厝，过来烧死一个人。经过消防署的鉴定，发现火烧厝的源头就是徛在边仔的变压器，因为已经按20年拢无换，所以互地动一个伤害，就导火炭烧到徛家。 烧死一个民众，除了一审判这个台电爱赔人706万之外，高等法院嘛过来追加着甲这个厝碎人的厝碎损失，总共爱赔人914万。 大火瞬间将这间人家厝吞去。2015年4月20日发生规模6.3的地震，新增中巷路变压器因为安尼煞导火去烧着人家厝，和一个查甫的厝骹未赴逃生，全个亡生。处主认为这是台电的疏失，去法院加告。一审经过消防署的鉴定，这款变压器内部绝缘距离无够。伫1995年斗好了有20年，拢无换新的设备，才会引起烧拍电导火。 造成意外，很可怕啊！想想看，如果说我们是在那一户，我们根本来不及逃。加上变压器离人家厝敢若30公分尔，才互这个火随炭过去。虽然台电主张讲现行的法规无规定讲，这款的变压器甲人家厝的距离爱偌远，合议庭认为讲，台电是国营事业，到这款的变压器了后，无法证明设好了无缺失，嘛无尽主的义务应该负责赔偿。除了一审判定台电应该赔厝主损失706万，高等法院更加加码，佫需要赔为一审到目前为止厝税损失1个月4万块，总共是914万。台电嘛要赔死者家属260万。